后来继续，这是卫福部的统计，台湾失智的人口已经超过29万人。这个阿兹海默的症头是造成着失智真主要的原因。台东病院甲中山大学联手，利用人工智慧的系统来检测着患者的脑波甲这个身体平衡的状况，会当帮忙来诊断是毋是有带着阿兹海默的症头，提早来治疗。 徛伫平台顶，银幕这个红点呐会死，对发觉讲患者平衡功能可能出问题啊。这样做病人拍一次跟正常拍是不太一样的。用人面辨识系统判断五官敢有出现无协调，检验脑波的频率，敢会比一般人较慢，拢会使帮助诊断敢有去治疗失智症。阿兹海默病人在早期的时候，两脸不对称的协调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。 那包括病人的关节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很重要发现。阿兹海默症是上接看到的失智原因，患者治病了后会慢慢失去记忆，因过早期镜头较轻，好发现，会失去黄金的治疗时间。人工智慧系统就是要辅助诊断。在早期的病人里面，他认为是你会认为他的运动没有问题，他走路还不错，但是那为什么？是因为病人感觉不出来，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，甚至专业医师看得很吃力。 医生嘛提醒讲，一旦发现本身也是亲人，一直问同一个问题，也是记忆有障碍等等的症头，就要赶紧去找医生。